很高兴看到我们相遇在一起。很高兴我们相遇在一这时候，我们从座位上站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在主里面，我们是大家庭。
在罗马书5章8节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样的爱，我们在耶稣那里找到了。如此深爱我们的主，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他的殿中敬拜他。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在你的心里面，跟神说：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保守我们。也愿神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里面动工。谢谢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无论是生命或死亡，你这患难的逼迫，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祝福。每一滴宝血为我而流，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是
是生命或死亡，或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最后一次的说，无论是生命或死亡，或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哈利路亚，是的主，谢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早晨，你继续引领我们，从一开始直到结束的聚会。亲爱的主，谢谢你。当我们走到绝望低谷的时候，你能在我们旁边，与我们并肩而立，保守、保护我们。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谢谢神如此爱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每把这个时间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愿神亲自来引领我们，愿神来掌权。谢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敬拜，愿神悦纳。谢谢主，我们家子同心合一的祷告，也是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开掌，感谢我们的神。来，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更贴近神，更亲近神，通过诗歌赞美上帝。我们继续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时候我们请站立，这首诗歌《万国祷告的殿》。就
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朝见你的面，谦卑的在神你面前，求主洁净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以心灵诚实的来敬拜你、敬畏你，因你是大而可畏的神。让我们将一切的重担都卸在你的脚前。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难处或是疾病，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你是赐安慰、赐医治的神，是赐我们恩典够用的神。感谢你成为我们极大的帮助和力量，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谢谢你，耶稣。今日更透过你差派的仆人雅珍传道师分享主你的信息，主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遵行主你的真道。求主赐你的恩膏在雅珍传道的身上，使他所传讲的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使不论说的、听的都得着益处。谢谢你，耶稣。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基督的名，阿门。会众，我们接着念上帝教导我们的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会众请坐。这时候，请翻开我们手边的周报，看一下下周主日事奉。下周一样是和堂礼拜。是中会交换讲台，所以前来的讲道者是吕哲礼牧师，司礼是黄一杰长老，司线是陈敏珍、黄宝仪执事，招待是黄星光，敬拜赞美是分组，是请林嘉欣、投影森林会，音控陈志贤，子州长老是高秀美长老。儿主侍奉，请儿主的老师同工参阅上面的周报。那我们再看一下团契聚会。3月13号星期六晚上8点，舞蹈。聚会内容是舞蹈，主理者是陈桂美，领唱是张梅花长老。地点在教会的1楼。编译礼聚会。聚会的内容是圣经游戏，一样3月13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主理是庄清文，领唱是陈嘉恩，地点在教会2楼。3月10号星期三晚上家庭礼拜，家庭是在吴秀雄执事的府上，地址在樟树2路251巷，主理是苏秀丽执事，司会是吴秀香长老。那在下一周3月17号是在黄埔村弟兄的府上。3月12号星期五晚上8点祈祷会，主理是刘阿春牧师，领唱是温泰喜执事。我们再看一下上周的奉献报告，合计是27160元。那明细名单就在上面，那有错误的，请跟我们的执事团反映。再看一下我们后面的教会消息。本周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的第6章，那请兄姐至招待处索取。第2点，今天是建堂奉献主日，也盼望弟兄姐妹用爱心祷告和奉献来参与教会建堂事工。第3，今天下午1点半，在乔美教会办理成长课程《婚姻红绿灯》，
那请参加者向妇女会长报名，然后一同前往。3月14号，中会奉献纪念主日及交换讲台。那请兄姐常常为中会有足够的体力和智慧带领带导，也请兄姐慷慨捐书，支持中会的财务上的缺失。第5，请各团契拨冗讨论4到6月事工，请于3月21号以前将行事历缴至办公室。那如果有需要牧师的4到6月的讲道经课表，也可以向办公室索取。第6点，周3的家庭礼拜，如果有意愿要安排前往的兄弟姐妹，那可以向办公室提出前往的时间跟注意事项。那也继续为下面的名单，继续为年长的、肢体软弱的兄姐提名代祷，求主赐信心及力量，生活难处。下面本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再念一遍。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2章19节。这时候翻开圣经，约翰福音2章13到22节。13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兑换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的土地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使你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3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说这话，便信了，听了耶稣所说的。好，以上。这时候我们恭请打针传道，他今天的正道主题是谁在殿中？我们恭请。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哦，很久了我突然来的时候，又有一点的小迷路这样子，有点不太熟悉路，哦，就是太少来了，很谢谢樟树教会再次的邀请我来，然后热情的让我能够来这边学习，让我这边能够经历更多服侍神也服侍众人的一个机会。那开始前，我们仍然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受众人所尊崇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何等不配，主，但你却为了我们钉死在石架上。主，我们如今能够坐在你的殿中，能够瞻仰你的容面，能够歌颂赞美你，都是从你而来的恩典，是你的真理。主，是你要叫你的道活在我们心中。主，愿你今天的道继续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每个人的心中，每一个人的思想里面。主，也真的是求你怜悯孩子，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的一切都是造就、安慰、劝勉的话。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题目是谁在殿中？我们现在在耶稣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好，我们在座的有谁？他，我，弟兄姐妹，对，还有小朋友，还有长辈，
还有年轻人，谁在殿中？我们都在上帝的殿中，我们都在教堂里面。可是今天我们要一起用约翰福音，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章里面来看，谁在圣殿当中，谁在圣殿当中。经文我们刚刚看过了，这个经文里面有谁？有犹太人，犹太人的这个节期近了。耶稣在要去过这个节期之前，他其实在前面的时候，他在哪里？你知道吗？他在参加一个婚宴，他跟他的妈妈、他的门徒一起被受邀去参加那个很有名的迦拿的婚宴。在迦拿的婚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我要考考各位，上一课。什么？水变酒，好，人有信心一点，水变酒。好，我们很熟悉耶稣。好，在约翰福音这时候呢，有写到他在去到过逾越节之前，他行了一个神迹。他行了一个神迹，好，好像让人印象深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常常讲这段经文。可是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很特别。他跟路加啊，他跟路加、马可、马太不太一样。约翰福音一说到，他就直接的开头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那个从上面而来的，耶稣就是那个唯一的真神。然后他讲完之后，然后又换施洗约翰来帮他做见证。整个过程，他直接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那个真神。然后在迦拿的婚宴，很奇怪的，说完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婚宴，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神迹。这个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神迹是一个记号，是要告诉我们前面约翰福音所写的，耶稣是唯一的真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从上面下来道成肉身的。耶稣行神迹是一个记号，耶稣行神迹是一个记号。然后突然间，我们就转到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耶稣就去上了逾越节。你们还记得逾越节是过什么日子的吗？还不知道，因为平常我们教会没在过，没关系。逾越节是过什么？逾越节你可以看出埃及记12章。这里告诉我们，逾越节就是耶和华带领百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一个记号。好，这逾越节很多教会有的人会说，很像我们的怎么样刚过的新年，很像过年哦。台湾过年因为有什么在那个门框上面画红红的，然后很像是怎样过年一样。可是这逾越节其实是代表耶稣他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记号。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耶稣要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每年都要守这个约，守这个节，为的是要百姓不要怎样，不要忘记耶和华拯救他们。逾越节很重要，所以耶稣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去。耶稣是犹太人，耶稣也上去，因为在犹太的规定，满20岁的每一个人都要去缴圣殿税，男丁都要去，所以耶稣他那时候应该是30，他已经满20了，所以他去。可是耶稣一到殿里面的时候，他发现什么？有捕龙，还有鸽子，阿亚嘛阿亚，还有羊怎么讲？血粒，你看卖这些东西，如果等一下有人拿古龙跟洗粒砖来到教会，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嘛。然后或者是你们在坐着好好的，然后突然间传道就把讲台往前面推，你们一定会吓到嘛。更何况是这一群在圣殿里面的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准备要过节的这一群人，不单犹太人，还有外邦人，
还有相信，还有归顺于耶和华的人，他们都在这个殿里面。好，平常他们一过节很热闹，很热闹，但就发生了怎么样？耶稣突然推倒了所有的东西，推倒那个什么变换银钱的，变换银钱的其实就是银行这样，他们那里的所谓的小小银行，为什么要变换银钱呢？其实，在圣殿里面，为什么会有卖牛啊、卖羊、卖鸽子，还有那个换钱的人？其实这一开始都是好的，因为在圣殿被毁了之后，这个圣殿重新再被建造，百姓已经先分家了，已经被很多的帝国波斯帝国巴比伦毁灭，所以他们住到很远的地方。可是他们犹太人心里面仍然想要怎么样敬拜我们的神。等到圣殿被建起来之后，他们好不容易可以去到圣殿里面朝见神的面。可是路途很遥远，如果我带着那个鼓笼从汐止要走到台北，那个牛会坏掉啊，你都会累死了，更何况是那个牛。你要带着很多的东西从很远的地方到圣殿。为了让这些能够朝见神的人方便，他们开始在圣殿外面怎么样摆摊子，卖牛、卖羊、卖鸽子，方便他们不用背了一大堆的东西，可能为了还要赶羊、赶牛上路还迟到，不用，我只要人预备好，我去到圣殿用钱买就好了，很方便哦。就很像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很多教会，因为有受限制，在家里面礼拜，对不对？很方便哦，不用大老远下雨天还要出门，我在家里面看手机直播聚会很方便。他们也很方便，犹太人享受方便，不好吗？他们觉得很好。所以他们照常像图片怎么样这么做。他们这样想没有不好，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耶稣这么生气？为什么耶稣这么生气？其实这个圣殿，在经文里面有说到，他花了46年才重新建造这个圣殿，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可是这个圣殿、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已不再是像旧约的时候一样，因为它已经被统治，被罗马政府、被希律王管制。希律王为了怎么样？他要犹太人能够听他的话，他建造了圣殿，帮助他们完工这个圣殿。你这样看很小哦。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里面，有外邦人的院，他告诉你一些结构。其实这个圣殿我只是截取一小部分而已。这个圣殿很大，很大，跟所罗门王建的圣殿是不一样，跟旧约他们在移动的会幕不一样。希律王为了要让百姓、让犹太人能够听他的话，他盖得很大、很漂亮，什么人都可以来，兼顾到了怎么样？犹太人，兼顾到外邦人，他们在一个充满很多宗教的一个社会里面，圣殿被当作政治的操弄。希律王为了要管理这地，他同意建造圣殿，同意开放，同意犹太人怎么做，但是都要在他的眼睛底下，在他的手中管住。那又因为圣殿已经被曾经毁坏过，犹太人被四散过，这个圣殿的祭司真的是按照神心意所设立的祭司吗？
希律王为了要统治他们，他一定会放怎么样？他的心腹，他会用的人在圣殿当中。而祭司原本是看管圣殿、治理圣殿，买卖牛羊群没有不好，但是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外邦人，好，那边有写外邦人的院，他们占领了外邦人的院。外邦人可以在那边敬拜的，可是他却像一个市场一样，闹哄哄。如果我们在敬拜的里面，有的人唱歌，有的人稀稀疏疏，在圣殿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声音，咆哮声、笑声、哭声，祷告的声音，很多很多。如果是你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能够安静心吗？没有办法。你在一个很吵闹的环境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安歇之处。而犹太人这些被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没有看重外邦人，他们没有看重他们能够敬拜，能够来在这里思想神，他们利用他们的场地做买卖。在这个当中，祭司同意这样的事情。其实祭司是有受贿赂的，我开放场地给你，你多少也要让我赚取一点利益。就像怎么样，我们如果去市场摆摊，我们去夜市摆摊，多少都会需要收摊位费的。那在这里，难道祭司没有做这件事吗？是有的，在历史的资料里面是有的。他们没有认真的管理，买卖是可以的，但不要在圣殿里面。可是他们却把神的圣殿当作贼窝，像市场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耶稣能不生气吗？耶稣能不生气吗？逾越节是为了要纪念耶和华拯救百姓，是为了要感谢默想神如何拯救，但在这里却充满着自己的利益，还有权位。犹太人里面也包含法利赛人、文士、这些有名有知识的分子。难道他们不知道圣殿是洁净的地方吗？难道他们不懂圣经的律法吗？但他们仍然如此行，仍然如此做。圣殿到底谁在当中？谁在这个圣殿里面？好像看似在敬拜我们尊崇的神，但在殿中却充满着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充满着自己的权益，忽视了那些真正需要朝见神的人。谁在殿中？传道也曾经在教会里面做过买卖。好，什么买卖呢？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群的朋友，我们一起有的是第一代基督徒，有的是重新回到教会，我们一起侍奉神。可是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很爱迟到，通常都那个9点半聚会，然后呢还没有来，不然是9点半的时候还在外面吃早餐。我们年轻人开始想，我们如何让弟兄姐妹热爱提早准时来教会。我们集体大学生集思广益，我们说我们最厉害的就是煮菜啊，然后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开一个早餐店，然后我们让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早一点来教会吃早餐，不用怎么样还要在那边等早餐拿早餐，直接来教会吃，我们就简单的卖。
这个方法有没有很好？很好，真的很好。大家有准时哦，真的有持续哦。人很多，很热闹哇！弟兄姐妹，9点就来吃早餐了，甚至是这样，快9点的时候，甚至8点半就在那边等早餐，好，很方便又健康。可是久而久之，我们累了。久而久之，我们失去了起初的想法。我们每一到周末的时候就开始烦恼，马铃薯买了没？萝卜买了没？什么买了没？买了没？谁那个谁这个？我们每一周回到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早餐店的营运。我们这礼拜缺人手怎么办？那你服事前你先来做招待好了。你要去练敬拜的时候你再去。开始次序错乱，次序乱了，我们也感到疲乏。最后，我们紧急召开会议，我们检讨我们为什么如此做。原本很热闹，原本弟兄姐妹遵守时间来教会，但慢慢的热情流失了。这个只有治标不治本。后来我们的辅导决定收摊，因为他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安静心在每一次的服事当中。虽然前面我们把当开早餐店像是一个服事，可是当我们在礼拜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静下心。我们没有办法在礼拜前的时候先来预备心朝见神的面，我们的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焦虑、担心，这个卖不完那个没有做好，然后在煮菜当中过程当中不断的有一些小小的嫌隙，反而这样的事情造成了彼此之间的小小的裂痕。所以我们决定停掉早餐店，重新的让自己跟上帝好好的约会，好好的面对面。谁在殿中？在犹太人里面，他们认为圣殿被造，遵行律法，遵行任何的仪式，背诵经文，甚至是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好，自己就是那个神所拣选，自己是那个神所拣选。但其实，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第1章就说到，这个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他是向世人照亮那个光，他是向世人照亮那个光，不是单属犹太人，不是只有单犹太人，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被这个光照亮，能够被这个光得救、救赎。这个故事的经文，在耶稣去大闹圣殿之后，有一个妇人，这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如果你还记得撒玛利亚人是不被犹太人喜欢的，因为他们被认为他们是不正统、没有正统血统的人。他们不配，他们是被拒绝的。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是恶劣的，是不好的。可是耶稣在井边的时候跟这个妇人对话，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耶稣不单是对犹太人显明他自己，他也对外邦人、对那些被唾弃的人显明他自己。
妇人跟他说：“你们说要到耶路撒冷敬拜才是唯一的敬拜。”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什么？真正拜父的要心灵诚实的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耶稣直截了当的告诉这个妇人说：“不用去耶路撒冷，你只要心灵诚实敬拜他，你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而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就是弥赛亚。耶稣明确直接的告诉这个妇人，在这个前后，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反应两种不同。耶稣说，约翰福音说到，这世界上的人不接受他，凡接受他的人必得着生命。这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有人会不接受耶稣，有人会接受他，而接受他这个真光的人会得着生命。面对犹太人，面对撒玛利亚人，我们看到接受与不接受。犹太人在殿堂中，在会堂当中听到很多摩西五经，遵守律法，可是当真光来的时候，他们却选择了黑暗，他们选择不见，选择不接受。可是撒玛利亚人，一个生命被唾弃的民族，甚至是这个妇人在自己的族群当中，可能也是被唾弃的。他有几个先生？5个，他有很多段的感情。可是耶稣看的不是这个。这个妇人虽然她的感情上面不好，但她仍然记得要怎么样敬拜上帝。她渴望弥赛亚来，她渴望自己能够被拯救。她接受，她接受耶稣，她相信耶稣所说的。耶稣只不过跟她对话而已。可是耶稣在面对犹太人的时候，他甚至在耶路撒冷还行过了很多神迹，但犹太人就是不相信。撒玛利亚妇人相信了，她接受了，甚至是去传给他的族人。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只是在约翰福音很多时候被省略，但是我们在其他福音书看得到，医治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痛的、被捆绑的，都被耶稣医治。是因为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信了，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只要单单的相信，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耶稣向所有的人，向众人显明自己。神迹只是一个，神迹只是要让我们看见耶稣是真神。可是犹太人不断的向耶稣求神迹，他们求神迹。耶稣啊，你做一个很大的事情给我看，我就相信你。耶稣，你怎么样，我就相信你。你要行一个超级大的神迹，可能过去没有的，你做了我就相信你。可是弟兄姐妹，耶稣就算行再多的神迹给犹太人，给那些好像好奇来的人，无论耶稣行了多少，他们若不相信耶稣是唯一从天上来的弥赛亚，他们永远不会相信。有人接受，有人拒绝。当我们接受的时候，谁住在你的殿中？当我们接受的时候，谁住在我们的殿中？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到，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就跟神在一起，我们都是他造的，生命在这个道的里头，而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的生命要发光，要有这个道。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世界上的人会拒绝耶稣，无论是从过去到现在。洪水来临的时候，很多人笑着挪亚，怎么可能会下大雨呢？亚伯拉罕高龄，怎么会生小孩呢？神一直以来都在向人彰显自己，但这世界不接受他。我们有幸能够接受这个福音，能够接待主，能够让主在我们的家中。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在殿中是何等的有福分，阿们吗？阿们。耶稣是那个道，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如今我们没有再像犹太人那样，需要圣殿，需要带牛带羊，需要月换这些的钱币，不需要做这些事情。我们甚至在台湾这个地方很幸福，为什么？我们在疫情里面，我们仍然还可以聚会，我们仍然可以实体聚会，我们台湾还可以怎么样？正常的开学，正常的上下班。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有恩典，可是我们有常常让这个道真的在我们里面长存吗？我们虽然不用像犹太人一样做这些的每一个守每个节期，我们不需要像犹太人一样。可是耶稣来是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没有跟这个道时常在一起？这个道就是耶稣，我们有没有让这个道在我们的这个殿中？我们该如何接受这个生命的真光？我们该如何接受这个道长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什么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耶稣在跟犹太人说，3天他必要重新建造这个殿。耶稣是殿，他的身体就是那个殿。我们如何进到那个殿中，就是我们要常常思想神，与他亲近，与他面对面，让圣灵能够时常居住在我们心。传道你讲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传道你讲的这些，我们也常听过。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情挤在我们的殿中？作为妈妈的，还要烦恼很多事情，烦恼家庭，烦恼孩子，烦恼经济，烦恼家中的长辈。孩子可能天真浪漫，他不需要为这个世界开始烦恼。可是有的孩子开始背负学业、课业、竞争，比拼，冲第一，冲优秀。丈夫可能要扛起一个家的担子，
经济责任，要有担当。有多少的事情在你的殿中？有多少的情绪在你的殿中？谁在殿中？圣灵应该要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有多少时候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多少时候是让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个殿有多久没打扫？我们这个殿是不是也像贼窝一样，不属神的，神不喜悦的？传道有一段时间很低落，我提不起劲，我没有办法，我好像可以正常的生活，早起，早睡，很忙碌，每天生活一样。可是就有一件事情，有个感受，我提不起劲。我甚至严重到，我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有时候像行尸走肉，有时候我会用现代的用语形容，就是渣男，就是上帝，我对你爱理不理。那个低落的过程当中，我久久走不出来。上帝不断的向我说：“哎，我爱你呀，我守护你，我默默在你身边。”但我一直无动于衷。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低落的时候？你知道要在教会，在家庭当中，我要做好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或是我知道这个圣经的话要在我的里面，可是我没有力量做到，我行不出来。耶稣的道没有办法在我里面长久，因为我有太多的事情要繁忙了，我没有办法可以坐在那边享受跟神的敬拜。可能我要花那一点点时间，可能1分钟也好，我就突然听到妈妈妈妈，或是爸爸爸爸。我们的这个殿充满了太多世上纷扰我们的事情。我们如同一个马大一样，先忙碌世上的事情，再来到神的面前。传道也不例外，传道也是人，传道也是软弱。我甚至在那个低落的里面，我走不出来，我甚至没有办法知道我怎么了。我只知道我现在不想面对我的信仰，我不想面对我的上帝，我不想要祷告。但我仍然每天要做一样的事情，要分享给弟兄姐妹。我觉得好可怕，我就心里心想说：天哪，我还要这样下去吗？有一个牧者告诉我，我告诉他我所有里面的那些挣扎、痛苦，甚至想放弃。这个牧者却跟我说：很正常啊，你会低落，很正常啊，你没有力去爱耶稣，很正常啊。因为我心里面塞满了世界上的事情，我的心里面充满了压力，我没有办法再让耶稣进到我的心，因为我选择那些事情先填满在我的里面。他就跟我说：雅珍，你需要休息，你要面对你累积下来的情绪，你要去面对这一些，交给神。因为你拿着这些你内心的压力，你内心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拿着，你只会想着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做？我要先1、2、3、4。
你忘了上帝可以帮助你解决你所有的1、2、3、4。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接受这个生命的光？我们的器皿，我们这个器皿若是一直很狭小，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从神来的祝福，因为放不下去。我们里面满是抱怨，满是负面的情绪，满是这样嫉妒纷争，苦毒怨恨，焦虑不安。当我们里面满是这些的时候，神的光进不来，因为我们的目光只有在这些内心里面使我们不安的状态。谁在殿中？弟兄姐妹，你要谁在你的殿中居住？是世上的利益吗？是世上的烦恼吗？还是你个人的烦恼？我们的烦恼一定会有，它不会消失。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选择接受耶稣基督；每一次你的痛苦出现的时候，选择接受耶稣基督。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可能你觉得你做不好，你条件不够，可是耶稣明明的告诉我们，他爱世上所有的人。他爱世上所有的人，你只要接受这个真光，你就得到生命。你接受这个真光，就得到生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撒利嘎嘎，一同接受这个真光。长辈，你们过去的生命如何经历神，如何享受神的恩典、真理和丰富，你们可以分享，让你们的下一代、承接的年轻人去经历这个丰盛。青壮年，你们有力量，你们可以去经历，在这个苦难当中却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年轻人不懂没有关系，接受耶稣基督，选择接受耶稣基督，你们的生命会发光，会发热。不要因为你的年龄如何，当接受耶稣基督在你殿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发光，直到回天家的时候。直到回天家，我们这一生都可以不断的重新来过，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最后，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传道在听完那个牧者跟我说的时候，我深深的意识到一件事情。我拥抱的是那些让我觉得痛苦的，我应该要回头过来拥抱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一直张开双手等待着我们拥抱他，他也期待想要拥抱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回转向他。选择接受耶稣基督真的不难。不难，不是我们要做到多完美，只要你愿意呼喊耶稣的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会使你的生命得着永生。这是一开始，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最后，让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回应，向耶稣回应，
向圣灵说话。我邀请弟兄姐妹有段的时间来默想，甚至是闭眼睛开口祷告，求神给你力量，引导你这新的一年能够做一个圣洁的器皿，引导你新的一年再一次的让主住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你为着樟树教会来祷告，为着你所看到的这些教会，为了你所经历的这个教会，你开口，让这个教会再一次主的灵要充满这殿，充满樟树教会。我们再一次的为了樟树教会来开口祷告。你为我们献上生命。主，你说，那未见你、从未见过里面的人，相信你，那个信心何等的大！没见过你的面，却爱你，主啊，你爱这样的人。主啊，你垂听樟树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的祷告，主，你让他们能够再次的兴盛，带着过去他们所承接的、他们所拥有的祝福、美好和丰盛，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在新的一年里面，再一次的为主奔跑。主啊，祝福樟树教会，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主，你也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每一个微小的声音。主啊，更新他们的灵。主啊，让你的道长存在他们的里面，不容恶者、不容谎言来充满他们的内心。主啊，你要住在他们的殿中，住在他们的心里。主，因为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因为圣灵主，你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主，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主，让我们每一次勇敢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行、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主，你再一次的提升我们。主啊，再一次的提升我们。主，当我们线上做那个器皿的时候，你的荣耀、你的计划、你的旨意要带着我们继续向前行。主啊，谢谢你，从起初，从创世，一直到如今，到末了，到永远，到亘古，你从不改变。因为你的旨意就是要住在我们当中，你的道要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愿你来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何等的不配，但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奉献。我
谢阿公妈妈给你打的要的医术，妈妈谢谢你，妈妈把开的农术嘛，大家来农术，所以让妈妈变，起码规定在马路还一点一点变上来。妈妈你看下阿公妈妈给你打的要的医术，妈妈我爱过起码给马路还，妈妈一说妈妈给马路还一点一点我的因为一定你不说你的是变，妈妈我的变是圣灵的变，谢谢你圣灵常常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妈妈也更是要献上感恩，妈妈帮助我们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唯有神的灵，妈妈帮助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妈妈好，你看一下他跟妈妈给你看要的耶稣，奶奶嘛在进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妈妈让神的灵，妈妈让主耶稣遇见妈妈，今天都去撒玛利亚夫人，还能为说妈妈一定离开你妈妈，也能够让我们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能够来遇见主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妈妈。妈妈啊，我跟不比巴多罗姑娘，你看巴努耶稣，奶奶一定你们等伊拉姑娘，奶奶妈妈啊，我哈皮那，那你巴鲁做姑娘。Akapawan dan iparutot dunia, Mama kuswanu mataya rai mulisu, Mama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比世界还要大，也帮助我们常常来思想去思考神灵的话语。妈妈，但一定都妈妈，正如在这一周，妈妈，妈你都妈都两个阿什么安来阿巴特斯阿布来妈妈，伊来不说了，没说一定你帮助人家没啥妈妈，妈妈看下你妈妈一定你还要我没说。Mama patulong ko kakutini kapan wiso mama itini ko king no sari kakak mama nana itini ko 管是一方奉献mama 甚至也是一奉献妈妈主啊就像妈妈生命记的28章的福气福分妈妈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仅是在我们的家庭妈妈在工作职场上在交流上主耶稣谢谢你把这样的福气也真正的来妈妈祝福在我们家庭谢谢你耶稣赞美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颂荣主，你是道，你要道成肉身在我们的里面。主，你的道时常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因着你的道，能够彼此常连结，彼此常和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阿们。请做默祷。
我们谈一下事情，花个10分钟就好。吴经理，还有林内长老，李正金要记得留下来啊。我们护理待会留下来，我们练一下昨天的诗歌，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那还有，如果下午需要跟我们一起参加那个座谈会的姐妹，要参加的都可以留下来，待会一起坐福利车过去。好，还有要报告的吗？没有，请站立。弟兄姐妹，我们请站立，一起来唱善会歌。一定都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大家。